天气小可较凉冷，一寡人爱食姜母啊，还有麻油鸡，互身躯较烧热咧。都要特别注意讲，这料理敢有掺米酒，会含药啊互相牵绊，可能有副作用，嘛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药剂师特别提醒讲，一般咱常常看到消炎的止痛药啊，若是伫咧药效4点钟到6点钟内，搁再食补，就较会去伤肝伤腰子。另外，有慢性病人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抗血糖的药啊，若是搁再啉烧酒，可能就会引起到血压、血糖搁较辣，可能会头较戆、头较痛。药剂师建议讲，若是慢性病人要食补，尽量莫掺烧酒。看天冷死死来一碗烧乎乎的姜母鸭，或者是麻油鸡，身体规个拢变烧了。真侪民众拢规家伙仔带咧坐满一道，准备要好好来补一个。不过药师提醒讲，这料理普通拢有掺酒，若是有食药啊，就要特别注意。常见的像我们一般常吃的止痛药乙酰氨酚，还有一些所谓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些药品都可能因为与酒精并服，让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可能会加强。药师讲，像讲定睛爱困抗药物的中枢神经的药啊，甲酒反应了后，会互人爱困、精神无好、头昏昏闹顿顿。退烧止痛药啊，会造成胃肠溃疡，佮会伤害着肝。抗生素若是甲酒反应，可能会互人冰白、要吐、心肝、皮肤彩。另外，降血压甲降血糖的药啊，会互人血压、血糖降甲更加低，出现头痛、头较晕这症头。若维他命 A 酸甲酒反应，更有可能会造成胎儿过样。慢性病的用药，因为这些药基本上每天民众都在服用，吃麻油鸡这一块食物的时候，就尽量适可而止。离职需要吃一些止痛药，这时候最好是跟酒精完全是避开。各医生针对寒天食补做研究，发现民众食完羊肉炉姜母鸭了后，血压会伫1分钟内向称悬，不过伫70分钟了后，血压会降甲比食进前更加低。药师提醒有慢性病患者要补，上好也是尽量莫有酒，才袂伤害身体。记者综合报道。